嗱，呢一切家啲嘅兄弟姊妹們，切家嘅爸爸กับ媽媽啊，能夠吐切家切八溫習者姊妹，但係思想發生切家社會裏喺度，切家做嘅字唔晒，亦係提晒各人上下為相中吐切家嘅爸爸或者媽媽，但係呢要按多嘅問題。隨你自己嘅生活裏程度嘅方面，嗱，所以呢，自己要做好嘅自己，自己要嚟談反義人民講到，一上帝教自己，在簽人書23咁樣講到，談一把嘅法容易嘅，容易爸爸嘅法自己要談，嗱，然後唔好嫌自己嘅媽媽。當然羅之事，嗱，所以自家出人去顧理自家嘅老人，去看顧自家嘅爸爸及媽媽，去照顧佢，也唔好相強，自家嚟互相相互照顧，係講自家要家兄弟、家姊妹樣嘅嗱，係冇啦，因為到自家去做好嘅人啦，自家得上帝嘅福，自家先係要照顧自家嘅爸爸及媽媽。當然很生又上少，自家做家嘅自然嘅福氣。嗱，簽人書23、25節咁樣講到，本自家爸爸及媽媽歡喜快樂，因為佢養自家睇，佢吐自家睇，自家應該去本佢歡喜快樂，去照顧佢，去看顧佢，當佢羅之事，咩自家病血佢，咩病落。故人係講自家為出人幫做事，自家也要學就論，家姊妹嚟講要生責木卡嚟學徒嘅，自家要互相相互照顧，係咪啦？因為自家嘅爸爸及媽媽，當佢很生，自家冇看顧到好好，當佢也冇喺你講冇機會咯。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